呀，各位聽眾，我再歡迎到到小貼片咧，我叫你接播，這禮拜咧，我本身就是讓佢主持，平常時唔係得講介紹佢啊，特別咧佢咧特別嘉賓是最啦，特別嘉賓咧這邊到啲Google Meet 嗰邊嘅阿岑樂生歡迎大家，Gilly 歡迎。即係呢是聽咧，就找啲名稱去困了嚇。然後佢有是阿龍歡迎，大家好。佢有你佢寫啲嘢嘅。我當然 OK 啊。嚟。點你往時見往時會笑。แล้ว佢有頭葡萄鏡加白木波咁啲。我幫咁啲。แล้วก็ตัดที่做啲โปรแกรมที่ตัวที่ Clubhouse ชุดสิแล้วก็นำไซล์啦大家好 แล้วก็ไม่ใช่กอง ，Hello， ซาเกะมอมอกู Hello， แล้วก็เซฮันเกียบอกกินนาพีจะเซฮันเนี่ยแล้วก็จ้ากงHello， 大家好。白青，過來，人係新椒38號，我嚟諗到冇每依個嘛，你是話咁講嘅。嚇，新椒來歡迎就請妹裏面邊名。啲頭先知咗，頭先咩樣咗？你咪訂你unmute 你麥聲啊，unmute 呢個呢個嚇，歡迎，請妹名你話名。係咁成數呢派時候都得38啲，哇！38啲要康康嘅是摸摸啊？摸摸誒，揾我康康誒，真正甜嘅浪膠啊！哎呦，浪膠拔刀都叫條頸啊！啲浪膠拔刀都叫啊！拔多落去條頸是情調嘅 bra， 拔多落去頭落個下底去嘅是情調 bra 咯。啊，頭夾落落去薄薄嘅。你拔刀嗰陣時講，你入 stationery 都咪寫，你辦咪寫嘢啲病哦。會使，一三隻嘅啊，冇寫啦，一三隻嘅使嘢貴啦，咁只最唔係。我寫病實博士啊，愛加咁只嘅哦。加咁字啊，不嚟啊！等我即係，歡迎，你是安怎小白加即係我嘅後頂啊，龍誒。OK， 我嘅講數我是快講啦，我八一呢是一個真正特別嘅一個節目嚟嘅，然後有時咧應該有看過，嗰時聽過，叫做檳榔100嘛，嗬，是唔是？檳榔100%，100%，哦，到大頂有嘢呀，大頂有嘢，伊是其中一個，係啦，我是100%嘅，最數咧，因為我是後尾嘅 narrator 咯就，所以我是冇啲大頂嘅，我是大頂，特別我哋後尾我哋 behind curtain 嘅，所以有100人企喺度講家己嘅故事嘅嘛，有大多檳榔嘅，伊是其中，我叫隻 YouTube video 是唔是？有嗰啲bằng cái video bằng YouTube 嘅，但係咧就是講代表一個檳榔嘅1%咯，因為都是4% of Indians 嘅話咧都是咧 Indians 啲大頂會咯。哦，誒做咩啊？特別，即是到底做檳榔包要做呀？冇，Devon Street 檳榔。哦 ，Devon Street 檳榔。只講一時嗰時一個嗰時3未幾多年啊。前隻這年啊，佢哋 baby 都把刀搬出嚟8年啊。哦，還是少多啊？未夠年啊。實在baby 都是唔是話，其中一間。冇，我就 baby 唔到係咧，我就我看到，because 我係 baby 嘅媽媽嘅。你是 baby 媽媽嚟啊？哦，唔，baby 冇去，because 我見啱嘛 ，baby 冇去，baby 不是其中一個。告訴你，一直代表檳榔嘅100%嘛。所以本來我歸嚟見啦，或者我出嚟見啦，或者但係7% of 檳榔children 一度出嚟見啦，你大頂咯。哦，出邊。所以是這兩10%，即係18咧是兩10%。你是代表咩？我上未記咗。你是banana。哦，他冇齊人。English educated 嚇。哦，其中係 English ed 嚇。
I see. OK， 所以阿龍做咩事你會曉得請嚟這30八號啲起來呢？因為我本身就屬做主持人嘅。哦，如果咱規日用 Clubhouse 嘅姑娘，男仔本是主持人，安尼只咱家己變 MC 咗咗。所以我成日講，誒，咱找一個，人講是講 MC 咧，咱是坐啲電腦頭前，冇看到人嘅咗。所以咱冇現掉，阿咪冇到啲。對，現掉是你會驚咗，because 有 stage fright，人是袂做嘅，你工課嘛。所以我就想，依家一找正 MC 起嚟講者啦，我就想，有講我是假 MC 啊，係你是假 MC 咯。我就覺得正 MC 起來，正 MC 起來講 MC 是做咩咧？講 MC 學嘅話是叫咩做主持，做咩主持人？學嘅話一點嘢，咁你講話38D，你成日講我是你主持嚇。我比較大啫，不要緊，慢慢。你成日你就誒，你用你壓你38號壓啫，對按鈕啊。未電話牌啊呢？閉氣啊 ，screen 閉氣嗰度叫話。係啦，你做 What was the question？嚇咩？我講你做主持嗬。你平時做主持，你用福建話，按照講你係 as a host as a MC 你用福建話就講呢？我未曉喎。嚇，你特別是講咩 MC？哦，你調轉人講咩話呢？叫你打。Major English and Bahasa。哦，對我咪你華語哦。哦，你曉講華語本啊？可以啊，沒問題。特別你有讀哦。未有睇，有講哦 ，OK， 所以你講建造嘅華語，特別你嘅特別建造華語可能比我嘅好少。你捌用福建話做主持過哦？特別迄種變靚嘅福建話，因為巴魯最近是 election time 嘛，所以就係YB本時有叫我做 MC。樣子嘅咧是變樣是冇講學嘅嚟講嘅就，一拄就俾去個人夾票，樣時咧嚇，一度咁樣，唔知後面上到呢啊，前兩隻學嘅話就教講嘢咗。對，咧伊人嗌我人只款做 MC 嘅 ，instead of 一個 language，伊嗌我人講個真正一個 language 嘅。哦，所以變就我學嘅話本來出來啊，local 學嘅話啦。係啦，成一隻 friendly to uncle auntie 啊。係啦，我人講嘅啦，你唔是講係咪各位兄弟姊妹呢啦。因為 YB 啊，因叫自己做小弟咧就。哦，小弟唔是第一條叫小弟啊。小弟呢支餅學無啦得借你。希望啷個會使學小弟一個機會啊！你嚟教我，你嚟做，你有幾可能選啊？龍，我未咯，我驚輸嘅。我輸咧，我就未見啊！你去落選嚟㗎，有100人選你咧。100人啊咯，就是講比馬啲個死咗咯。OK，我妹，你安怎誒38號啲，你是安怎個會接到這枚誒做主持人誒這個行業？這個道，知道。這 sad 嘅 story 嚟，因為我細漢嘅時，我真正 envy 迄個人期待嘅，然後。我有一個不好嘅事嘛，成日講係咪所謂爸無來看我期待，所以我細漢嘅時，我真係喜做戲啊、drama 啊，嚇啲物件，特別我爸無閒嘛，因為拆粿條嘛，你知拆粿條嘅人真正無閒嘅，所以無點成看我，所以我就找到一個工，一個朋友甲我講，無你做 MC 啊。我人學到一個 chance 期待看你爸有可能來看你我呢嚇咯，所以掠到一個point咯，所以期待到咪就係說on hook 去啊，所以變做做差不多20年啊。哦哇！阿龍啊，不，龍嗰邊人出去，我聽到 echo 到底係邊？一定唔會啫，即係有幾個問題就阿John 即係拆粿條，100是拆粿條，他知道係。講下，當然故做呢吧？到北海，對，到北海，一來香。
哦唔，知咯，你會迄個動作卡講話只大聲啫。個毛毛古夜仔啦，來香，應該真正濟朋友會知啦。那是我講夜來香，哦，我一路係拍廣告嘅，嗱，嗱，自己都係拍廣告，佢舊講啲老爸成年啦，係寫拍廣告嘅。唔係伊係咪話係講做嚟做謝人白路啊，隔咗嚟隨話我冇辣茶咧講。喲，家裏邊啲嘅 uncle 咧就好聊嗰種，佢買茶嚇，佢冇接食啊，冇鐳嘛嚇，茶咧又上次人客啊，佢買喎。啊，阿龍，啊，伊係咩人嘅？伊係咩人嘅？你 try，阿龍你 try 用你嘅 Clubhouse 買藥，我聽到 echo 喎，在邊？啊，是你 Clubhouse 電話放出來有一聲，哎呦聲。哎呦先啊！哎呦忙噶啦落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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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忙噶啦落下。阿龍 ，please，OK，佢 try 佢阿龍，阿龍你出聲未？哦，別話，阿龍你做啊，你大字，阿龍你做啊，你見咩人同你夾下，你見咩人同你夾下，阿咩人同你要 Google Meet。OK，安怎是講？你電話上個是有淡薄聲，你就阿龍，你將我聲放出來，所以我甲你講，你到底Clubhouse 嘅位嚇，到底 Clubhouse 嘅位 change 去換去 music mode，然後你 volume 就會 turn down all the way 啊。你當然你特別我 turn down all the way， 特別我 Clubhouse 話機 music mode 嗬，你人會一個啫喎。你冇請 headphone 嘛？問三晒。接落嚟我人冇請 headphone 嘅嘛，是最近個 A 開嘅。特別阿龍冇請，阿龍是請 headphone 咧，伊特啲 Google Meet 會講嘛。所以你換去 music mode，特別你 volume 嘅 turn down，伊都唔是用係一個 account 嘛。我知道沒看，我知道出來啦，亂講啦，我哋聽啦。冇我聽到 echo，直接聽到 echo。你到啲 Clubhouse 你 volume 未，電話 volume 未 turn all the way down，那是你冇係去 music mode。OK， 是冇講 OK。OK，來，即個主持，所以你是看參照驚歹勢啊，特別調了去講話道。你是後面話頭知道做，到後面正行做掉，即係做主持。哇！我個會記哦，真係年整啊，應該是 start college 嘅時啦，特別 officially 出來 public 是多係你都就 SS 嘅喎。Upper Penang Road 有一個 SS 8啊。哦，係你 club 係前 club 嚇。我知。我人冚迄個路，迄個做一個 Christmas street party。So from 迄邊開始，迄個應該是2003年啊，2004年 start 嘅。哦，阿龍，我 mute 你麥就等下，你一個往少嚟聽到嗰個，所以你講話是開麥，冇講話是冚麥 ，OK？OK。哇，自就你整嘅咯。你是講咩阿莫話呀？就 start 是阿莫話，特別人 realize 我華南本是真好數。我就講哦。我做教文差不多10幾年，所以阿莫華南本會講咯。然後你是所以其實當今你是做 full time 做主持 full time 嘛？冇，接落來唔捌做過 full time。哦，特別你成日 part time 咩我是 part time。哦。特別前只這間咯。哦，特別咪就好彈咯，彈個表哦。OK 啦，未歹啦。Over the years，人家老啊，算 veteran 了，嘅錢有賺開起啊冇？哦。你人愛請你，按怎請你嘅啊？你 agent 還是家己人 word of mouth 在香港 ？Word of mouth 啊，家己。所以聽講，哇，這個產品好啲啊，介高級呢，會請人好呢？冇啦。到檳城算出名啦。哦，你當然少到檳城㗎？對啊，到檳城。哦，แล้ว你去做主持，開始是做阿咪正行成個教演啦，還是就淡薄你講人選股嘅事啊？上面你會做阿咪無相嘅 event？冇暑假做 wedding 嘅啦 ，wedding 我自己少做，應該這20年啦，應該12年算會掉啊。哦，後面是無暑假做教演？就攞嘅啦，等陣你上腳5比都個講。got jealous 你咪要做三劇五啊？
未啦，等下 you got too sexy，等下吓，人看佬無看人是鳥，未使嘛對。三間特別及時嘛，啊，Andy 嚟嘅，係咯，以前叫你屬於就嗰實在俾好啲咋。對，所以等下我比伊冇咁水看我咧。啊，喺你一年我覺得出嚟講下，我咪話人，我買隻橋拎錯掛，冇。冇啦，未講說未有講起你華語嘅字㗎了，起你四句、六句、八句嗰種啊。啊，冇你去練到嘢咧嘛，誒，你白到你如果回想個大咁先，你去做啦，誒，真好彈嘅你做。白佬做嚟做無乜嘅啊嘛，你鬧咁先啦，你鬧啫，你冇你特別有 modern twist 咁噃。意思啊，呢實特別好啲，佢立落意思啊。啊，個 shaggy 咁。你講唔掂嘅時候，佢就變嘅。受氣又冇嘢事啊。你講唔掂嘅時候，佢開起來就變下，棒棒粒就嘣就得未記嘅人㗎啦。大不嘢，但係 Oh my god！ look over here，嘣！爆炸啫！哎喲，你是做事啊？你卡住是做蝦米 event 呢？還是你冇做教應？蝦米活動？我是屬真正versatile，所以 that means 真正即係種 corporate 嘅 program 有做，even family day team building 喺物件 annual dinner 我做真正濟哦。哦哇 ！Then corporate 佢係 corporate 啦，then 若是 government 嘅是真係種 government 嘅 formal 嘅 launching pelajaran 喺啲 event 啦。然後 election 嘅 time 是看我只無用嘅啦，我是其中一個好彈咯。首年啦，外幣之後。哦，食啦，人食物看到你得啦，會唔會去嚇？嚇，有啲人會對我落去，做你咪就記得咯。哦，見聽你講啊。嚇，所以我就我去這個外幣嘅位嚇，這個 location 啦係對。一時對你，一時對實在比好啲。唔知啊，應該是對上背好啲啊。把頭你咪拍開。我我都 consider 掉喺度，我 focus 上背好啲啊，成日 focus 白腰啊，即幫補嘢。我叫伊何畫面嘛，我講幫特特諗部一個畫面啊。我喂 Clubhouse 係 profile 俾畫面啊，不 profile 是你家己嘅 profile，我係講你啲節目裏邊咧，我按照叫你嘛，我按照叫你，所以一直誒都有幾哪裡咗，伊講話三年咯，教講話人就成日可能啊。係啦，我咪大粒咧啊，加車你名出嚟咗，咧入邊一上嚟嘅冇實特別好啲，一實咧是40啲嘢咗。你講話咧就咁啊，入啲就喂減啫，你佢哋個 humble 就冇講減落結緊啊，30杯好好聽，佢40號嘛，38啊冇啊，38啲，特別好，你按照講定到風險會變現呢？你做咩事風險講定到，你就係無人期待頂加講話了，你唔捌做過，做咩事你風險你個會變做掉去咧？你是搞係咪物件咧？到底？唔知喎，嚇唔知啊？唔知係咪數成個？應該是有成日講，你期待到是感覺就講甲人講話是人見到對你啊，是看人做老咗人笑啊，什麼拍手啊，什麼一個做你成日有心要去做嘛？特啲有隻理由嘅嘛對到。冇 reason 啊，成日感覺就講，我若是做甲這條，是唔是我爸會其中一條會來看我？哎呦，所以是真 sad 嘅 sorry。哦，你當今你要做咧，就要去你插個條面頭前去做啦。So far 我做呢這年啊，醫生應該看過我一刀呢。哇，你報應嘛人，你哋介紹要插個條啊，先人大一去嗬。你當見個心哦，當見個心上好你爸看。哎呀，當見插伊啊，我把你有淚好啊。特別你聽到一落來，你歹勢講話使甲你朋友，你是搞夾本嘅哦。未，我只店。哦，真奇怪哦。啊，奇食啲嘅。安尼歡迎佢。So 似人講無愛很偉大，我感覺到我爸對我 effect 真大。哦，父愛就無蝦米啊？即係你要
represent 佢看數。嚇，咁硬嚟咯，因為釣住兩隻後靚嘅嘛，都唔知。So 掉住冷只個後咧，OK，所以你平常時教講話是安怎教講下？你啲大頂時你係咪物件成日特別有 skill 啦，特別有曉教做咧，你嘅做一個出色到啲MC 嘅事。MC 啊 ，MC，sorry，MC 是好食 MC 啊，唔是去看落觀嘅，OK。嗱是講 I share tips 嚟講咧，特別考慮。我 personally 講，大條講。冇，我 OK to share。我講我就I 讀正字冊咯。我讀正字冊。話題就俾正字。That means even current issue 係咪㗎咧？我特只有看新聞啊，係咪啊？那所 current issue updated 啊，係你物件咧，我係讀正字物件啥，特項目有載淡薄，所以 at least 都會無意中有一個話題出來咧，嚇咯。Then即係是其中一項啊，一個波對啊，then 第二項我感覺就愈愛嚇，係咪物件我愛知？然後我感覺就愈愛頭腦愛轉正咩？Because 愈愛臨場反應啊，愈 spontaneous 哇！依真正 spontaneous。依華語較好嘅話，叫啊，依唔知做乜事，依一字你奇奇怪怪定能自己出嚟㗎啦，佢就。依啲係嘅話係華語。依 banana 冇夠食啦。哦，我是 banana pure banana，特別我就用我嘅腦 translate 華語正字嗰隻哦。做估啊啦，應該是做估喺度屙掉物件咯。對。你如果看一禮拜接到一條，你可能講。我冇借啦，我是屬於老鳥啊，所以正少講嘅。咪女人暑假除起裝卜卜脆啊，32C、32B 啊，肯定曬嘅。可憐呢嚇，我大一驚影響到幾年哦。對，你32嘅看無物件，愛幫人教無人教。都邊啲 YB 冇嚟咯就，Joanne 你這禮拜都忙嚟個好啊，YB 冇嚟啊，一看到你嘅大臉。別緊啊！迄個 YB 白話㗎了咧，我看。因為 YB 冇零舍，做到其他嘅冇。你做股嘅時候，你是大嘅還是細嘅？我是意思是講你工錢大去嘅是細去。哦，工錢大去啊 ，because 咁樣接啊，你簡單啊嘛。嚇，不如 because 真係小人囝啊，唉，計搞嘅嘢，啥搞啊？嚇，做咩事？講話。小人囝真係暑假做 MC，然後伊人感覺對講伊人讀 masscom 都成日正搞講話，then 小誇成日做淡薄 blog 啊 vlog 啊，嚇那都感覺對成日搞主持，嚇你咪嘅，所以伊人出來啊拍排行程哦，正啊借 low price 哦嚇。Then 我人這種是屬於單人吹哦，that means if 你在我 quality，你愛吹我，你就吹我咯。所以你咪去甲人超成你是人等人來叫你嘅時，還是就再講你好唔好嘅時，甲來請你啦。嚇，較濟啦，較濟是都對來嘅咯。แล้ว係你唔好嘅，你細講你一個朋友啦，講 OK，我幫你出來上講只教，你會學有咩 tips 會教人安怎？係咪做咩？係咪屬樣上講樣自己教？特別做嘅是冇咪？我 feel 到是較濟是 school 學 confidence。我等 school 學上濟 confidence。所以冇好唔可以 confidence。我樣讀 mass 講咩？樣上講自己 mass 講結入出嚟，跟住就教講話對做這裡面嘅了咧，就講我 mass 講咩嗰種，特別唔是嗰啲 mass 講，咱冇喺度做這裡，因為 mass 講本身是真得快嘛。伊會做真得濟物件，所以 mass 講出來，嗰啲對寫copywriting 咩唔是啊嘛 ，copywriting 咩看好嘅是無好本嘅嘛。而且安裝嘅是誰做好嘅主持呢？臨場反應你愛講咩 ？Seriously，你愛講咩？你愛曉 catch，
你愛食認真哦，對哦，你愛 catch 物件哦，愛食咩哦，then 愛醒目哦。講笑我冇人笑先好啊！你講講笑我冇人笑，是家己笑啊。這是邊個學見18年來告訴，冇人笑是家己笑，一聽到你笑到笑啊，是唔是？啊，對，冇，I think 就是而家講笑我冇人笑，嗰時而家唔捌喎。特別即係是始終一個 tips 咯，若是而家係 share 嚟講，你家己受傷愛有幾哪裡笑話是confirm 人嘅笑冇嘅用嘅。confirm 未用嘅，嚟講一嚟，講一嚟，正學邊啲學見人笑。咩啦？阿媽呢度講好笑嘅物件嘛，呢度有講師傅，講老狗嗰啲，老狗隻西頭。啊，對，呢度有講唔有講師傅，嚟講乜嘢？嚟聽。講笑話。講你成日講夾出嚟，寫嚟領獎嘅事啊，哈殺出嚟講嘅就係什麼？你第一舊講嘅是你啦，如果特講，我估你用嘅quyền拿刀了嘅，嚟死，我有一個是用嘅quyền拿刀咧 ，secret weapon， secret weapon 嚟，normally 是家己講家己哦。上個 before introduce performance 之前，成日講 maybe 佢 performance before 嘅真 boring， so 我 introduce the next performance， I 成個 hype it up 啊，唔知好看冇好看，但係你 still hype it up 嚟講，你咪成家己做笑家己成咯。So the next performance 是應該是比我38號嘅大啦。誒，你用你38號啲嚟做本錢哦？有啊，迄個物件掉到身軀，掉到頭前，咁人看個了嘅，咁嚟用，係啦，咪需要個嚟用。冇了掉去哦。對。所以我是俾我把油本啊，特別食出去。看買把油，把路 upgrade 咧 ，upgrade 下，攞係38號啲，係咪數把油咩使？對，我只出名係你把咯，所以我愛看38號啊，是愛看把油。你把叉龜條有把油破哦，啊是？有啦，無把油破，乜嚟食啊？叉龜條。我愛直接把油破嘅。怪把油破個表緊咯，怪用係咪去拖叉嘅。哦。好了。我要去食。你講頭媽咪講咪，到底伊個佢講什麼咪？把海椰來上，你去把海，你隨椰來上嚇。椰來上，叫我叫啊，全部得掉會去嘅嘛，椰來上下掉瓜。我叫我未記，我唱到，我去搞笑，把海上嘅你啦，我講。我是參嘅，我同你講。有上哦。嚇，我是上個一條瓜，然後呢，我就是上個你啦。你若是講做一條字第一行考得阿姨我派彈這個路嘅經驗是咩物件？係咩物件做路上行考做數哈when 一個uncle 甲你超賣哦。哦，超賣是超掛是講話？講話。哦。我做過真正坎坷嘅一條是 school 嘅 canteen 底啊，係啦，然後我是無鐳嘅。我是使只去做 for 我 friend 呢，但係伊人講你 official MC 哈，咁咪就另外一個 uncle 是伊嘅 BIBG 嘅 chairman 啊，嚇吼，伊甲我搶麥去喎，然後伊叫我麥，亂講啊，來，咱食叉龜條啊，這邊啊，來，這邊有班掌櫃啊，啊，響啥 anytime 本是有伊嘅聲，所以話係你而家逼切哦，伊嘅馬嚟嘅，你拎去擺就半多去啊。好靈活，你看是安怎啊？你安怎成日解接到啲嚟啊？讀得嘅靈活啲，你成日讀到啊！來，去嗰邊拍隻超嘅槍到對面埋呢？冇啦，我較水嘅啦，我徛掉呢咯。然後你愛經我是經伊，你個經咯。唔要緊你嘛，我反正無累嘅。If let's say 講我是 get paid 嘅，嚇我就愛做淡薄物件啦。特別無 get paid 嘛，所以嚇咯。比如講其中一個正坎坷做嘅 event 是，你捌學過 VIP 上路。
VIP 上你就說哈咪事你講唔到物件嗬？對，你在I think 這個應該阿龍會笑啊，真係。講。最近是有一個 story 講林冠英跟曹冠佑冇面啱啱咩做 CM 咩？對，對，係了。其中一個 event 吼是真正大條嘅 event 吼，是差不多應該有300-400人啊。你告訴你會使講出來嘅啊？會使，我甲你講300-400個人，你冇你唔知咩 event？你我甲你講有 VIP，即個兩人本是 VIP。冇即個兩人冇，但是基本上咩嚟？即個兩人本是 VIP，加了規世界邊啲人知啊，冇咁 special 啦。所以即個38號啲做第一錯嘅物件都是 introduce CM as 林冠英。喂，即係唔是上路的，即係強。我是嘢咩話？你亂咗啊！你講唔掂。我啊。Astaghfirullahaladzim, minta maaf, ampun. 冇啦，你是老椒，是你是想較古早嘅CM 嘅數。Actually 我做真正濟，一人兩人嘅 event 我做真濟了。你我應該是安尼啱好看到林冠英嘅是愛叫曹冠佑期待嘅事。哦，所以係咪說我走去看林冠英，我嘛唔知係啦，講錯名啦，把家己哦。你亂則笑啊！你有幾條人，安尼有 gas 喎。我甲你講下，迄個點聲，迄個 moment 啊，我成個是靈魂無敵。你靈魂撲出來啊！你靈魂撲出來啊！試啊！你在迄個感覺吼，成個你激使啊，使無出來啊，嚇！你規身困貓冷汗咧掛吼，流冷汗，流清汗。唔知 from 個跌出來啊，是倒落位出來，總之是規身軀淡迄種啊。你特別個袂夾笑面喎，係啊。嚇！แล้วรู้สึก極條使啊，嚇呐！特別你個愛笑，你個愛 keep the posture，แล้ว你個愛當作但係我冇講錯話，next proceed 個會 guess 嚇，個會愛 guess，個哋愛 go to the next sentence 啊，你睇嚟看，你個愛 just steady。我就明白。哇！我同你講，你就係大頂徛條。大頂徛條40人，單條的photo，迄個40人甲我飛過來上路。哇！好直接把錢見啊！真。我來是 government 嘅 seminar，咁啦，比賽叫伊了咩？所以 imagine 啦，迄個感覺，你就迄個靈魂無敵嘅感覺啊！嚇，迄個我就是迄個我嘅 moment 咯。所以我特別我老師同你講，40年 one moment。哦，你頭一擺我你看你迄個呢？特別你咪是特別嘅，你面配特別高，走個嚟吐落去，你看咪是特別呢？幾條啦，佢哋執你幾條哦。Suddenly 你 blush 成隻硬咯。嚇！然後 after take photo 咧，嗬 ，after announce 咧 ，after 過迄個 second sentence 咧，嗬，我嘅 partner 徛到我邊有一個 co-MC，伊甲我講：你講錯話，剛才你知道嗎？我講我知道，不過我剛才2秒鐘沒有在。So let's move on， so move on 咯。哇！特別即係安尼，佢咪是經驗咧。Actually，你是特別做過，你特別有安尼款嘅感覺，你經驗過安尼款嘅，人叫做是叫做落射啊，是無變嘅，即係經驗嘅嗬。特別你嗰啲硬落去就走，你嗰邊做幾條的，佢唔是講一頭拍落射就走去的。特別我甲你講嗬 ，after 迄個 moment 啊 ，after 迄個 take photo moment 啊，你在林冠英有笑啊，不咯？你解練啲後頭嘅？哦 ，very 的練 ，very 的 friend。very 的練。哦，誒，
特別好，我是奇怪，你看你無聲，你看你歹勢，安怎會教學到你看快教講話咧？即係學 I join Toastmaster。哦，要去布羅迪，我解啊。對，布羅迪我解啊，淡薄。哦，淡薄。你是 Toastmaster 我對哪呀？我曾經是學一個老鳥塞我期待啊。Then from 迄邊了 feel 到講家己上個少真濟物件，學真濟物件。But 這個是 based on personality 啦，我是一個真正好學物件人啊。Anything new 把學我本愛學嘅。So 我 feel 到 I challenge 家己啊。你咪是家家啦。家家去啊呀，無家去浪壁，你唔捌浪過壁，咪啦就講壁會定。對。特別有人是買，人驚死。我只係浪壁。伊 personality 是安尼款嘅，所以伊會成功，啊無伊未成功。啊無人真係叫你曹觀音、林觀音，哦對。actually 好，其實好。八到林觀音請都 PR 嘅人。如果是要叫我，伊直伊只笑我啦 ，actually，伊就常看到我 on stage 下面，伊本嚟叫我嚟食hand 下面。so 真 close 本嚟。其實好 ，actually 我是唔實講係未使接邊領，冇人白路啦。我好 ，actually 我唔會再接線咧，接邊嘅。你又見？特別我係邊，一邊我係戰，一邊淡薄成個卡通嘅邊，我係戰。特別伊邊啊，我邊，你講咪曹觀音啊？咩啊？曹觀音。曹觀音。曹，這是寫招嚇，曹，我不是曹。哦，曹。哦，你只這邊我係曹 ，OK。哈，現在這邊我阿龍。actually，一真正出別嘅講話。特別伊是阿莫西咧嘛，嗰啲上嘅嘛，唔是？伊華語比較較好。伊是阿莫西。I thought 伊個佢講我只看只 speech 是，伊是講伊是阿莫西啊。哦，我都唔知。你記得人家是只古。養羅你不是阿莫西嚟，特別養羅你不是阿莫西，人哋養羅你不是邊兩嘅人嚟。啊，阿龍啊，阿龍，又唔是，所以講學嘅話就講學嘅話真係好嘅咋，人佢大啲冇講學嘅話，就是偏你人去 CM 佢大啲講學嘅話是唔是邊兩嘅聽嘅？你是講連上我哋本啊，你是講伊人去大啲嘅是伊個伊平常時咧同你講學嘅話聽唔上。因為唔是邊兩人嚟，因是真正。你中部 Central 加 Southern Malaysia 嘅聽嚟嘅咋，所以你淨係聽就講超唔是邊輕嘅人嘅，伊唔是調調嘅，唔是都，伊是講學嘅話，特別英學嘅話是另外一個聽嘅咋，所以偏咱係代表邊啲內人去大啲講學嘅話是唔是邊輕嘅聽嘅，你特別係你唔是冇大數啦。你是講我伊蘭內你講嘅學嘅話，唔是甲邊啲學嘅話冇像咧，我就講你講伊特別平時講話是唔成日講學嘅話啦，我再講林觀音是到啲到底出事，是到啲馬拉加，哈。到馬拉加出事。特別人平常時人家是冇講學嘅話嗰陣時，有陣時講學嘅話嗰陣時，人家會 catch up 邊兩嘅學嘅話嘛啲。唔是咯，人哋依個本身是會曉講嘅人嘛。你看到嘅？依個本身呢個本身是會曉講嘅嘛。所以變咗講，你未必 pick up the new 嘅 accent，如果英國人去美國冇講同佢就係本身比較講美國話嘅。唔係個結話啦。英國人去英國人去美國20年啊，伊嘛是冇講American English，可能嘛是講 British English，教死一節。係咯，曹觀音伊嘅是 KL 嘅人嚟嘅，所以伊嘅腔是真冇聲嘅。特別伊有一部好就，我即係是話，即係另外一個話題啦。伊一部好是伊真正 support 邊啲學緊嘅 as a heritage，伊真係 support 嘅。OK。最近我看到嘛，講伊 launch 嚟咩？對，都是伊來嘅。伊 actually 真正係我未離開邊樣，伊淨伊啲台灣是邊樣 one of the Georgetown Festival 嘅 event 裏邊，伊冇講過啦，伊起來大頂。伊講咱有只是 heritage 啦，其中一個呢就是邊樣嘅學嘅話，伊家己
前推講你都有隻咩啊？加幾年即 already start 嘅，以前有事咩？阿龍啊，你當年有用到你麥咩？有啊，有陣時你買咯。細聲成日唔知道你係邊出啊？OK， 你繼續講。OK，特別我講用到麥時，我根本每到啲咧 MC 啫，人嘅殺到背後啲，你麥 sense 是插到啲啲浪膠嘅。I wish。你上手甲變嚟水，手甲變嚟水哈。你愛你用麥，咪是特別有 technique，但不教用特別。對。你係講法用麥嘅即係經驗做主持嘅事。特別都actually 講真啊，38號啲啊，我只細下嘅時候真正是白嘅，他們數人咧細粒，我咧大粒嘅。哦。所以阿咪將咩做人被找嘅啫哦，because 佢自己擺喺裏邊。哦，OK。我想問你找咩咁話事啊？即係實咩？好大，睇下我。誒，我係邊做咗三個白紅綠，去玲瓏。我都走啊，都驚自己到頭俾嘅。哦，你驚皮頭整。哦，細下時陣真係冇暑假誒。你講，做咩暑假人是乒乓，我是拿球，對咯。咁咧，下面暑假人把路個把是姑娘，我係真笨。把是姑，你是咩？大粒絲瓜，你是絲瓜啊？然後 OK， 講到啲麥，然後你用麥。你是做主持，其實你即係用麥，其實事實上我是超怪人。用麥咧，其實唔是講簡單咁夾起來用嘅，你有 technique 淡薄嘛。所以你用麥嘅是按照學到嚟，學到係咩物件？45 degrees 咯。哦，講緊 P pop。咁樣夾麥。嚇，咁樣夾埋，不如真濟，你看人濟迄種 TikTok 嘅人啊，是蝦米 speaker 啊，伊人真個好難啊，可能是笨蛋啊，夾迄個麥吼，蝦米手嘅麥頭度挖掉你吹嘅，吹嘅位嚇。你是講你教他麥當娜，教到啲嘢啊位嚇？冇 ，I mean normal 嘅 wireless 麥啊。normal wireless 麥，哦 ，OK， 你是夾一支啦，一支鹽料啦。對，我是個kimchi嘅嘛。我咪是kimchi 哇！kimchi 嘅就係講少個解數啫。哇！哦哇！Q 隻 Nokia 出來咗啦！誒，你講你唔係，你講係咪得多人做咩事嘅？唔係半段時，一半段夾起來一吹，你是講一睇到啲腰嘅位那款呢？係啦，是個 cross 線掛頭。嚇，暑假係線個頭咧，伊迄個麥嘅頭吼，伊暑假挖掉伊嘅喙，所以安尼喊你會，你剪落去下，所以你會聽到嘅聲是聽到你嘅迄個呼吸聲啊，呼吸聲啊，所以你盡量賣挖喙咯，迄個是其中一個。當見教你講啊，即係當見即係阿龍走起嘛，你啲泡個邊係什麼唔知？伊下你話只是解用麥啫啦，吹麥。阿 John 買條馬啦，買條馬啦。特別播伊是搞只隻啊，頂到時用麥，伊頂到時伊把路塞 clubhouse 時用麥時冇咪識過嘅，當佢只識啊，是講當然冇別播啊，是講係講人男仔唔識，我是男嘅人啦。啊，特別有嘅，你帶過咩？帶過咩？帶過咩？阿龍劍麥，阿龍是劍，伊麥冇劍，我係麥。OK。哎呀，了個後面叫咩？再看 feedback 咧，可能佢個 speaker 是行到你麥到 speaker 入邊啊，邊咧嚇。迄個袂使。盡量買挖 speaker 咯，袂使徛 under speaker，所以 speaker 你看到大刀一粒嘅嘛，迄個就是出聲位，所以你袂使挖伊就對啊。你買就是哇，你攞去看16歲嘅卡。sorry，我未記，呢個啲冷茶寶去啊。anyway，OK，所以個後面物件嚇，所以你會面皮。
做主持人嘅應該面皮是比人嘅高嘅，對唔對？對，應該是比你卡全皮較高哦。唔可能嘅，卡最皮，比你卡最皮高。愛食高，對。所以你人做蝦米物件咧，會做你成個哎呦歹勢嘅啥物會第一人。沒喎，我 feel 到應該是 over the years 這幾年應該已經比較歹勢嘅。有啦，冇啊，我是講頭啦，成個講普通嘅人去啊，人做蝦米物件做你歹勢，特別對你嚟講無效嘅。是唔是無人成個跟人講話事啊？你成個你成你做主持，跟人講啊，大家係咪嘅啦？無人應你嘅啦，就唔掂呢？嚇，迄個捌着過咯，頭嘅事咯。then 有一個 technique 啦，會使教你是when 無人互你 response 嘅時，也許無講話會較好咯。嚇，所以 when 你講話了，無人聽你講話嘅時候。你按喊做，你深呼吸 ，over the mic，and then 停，咪講話。哦，你係 suspense 咗啫。對，所以你 audience 都會無端端噻，係咪數下？所以嗰啲人會邊過來看咯。So that is one way to attract 你 audience 咯。成個嚟，係啦，停佢，對。對來，阿龍來 practice。來，啊，只看啊！你請問你已經做主持人咧，做咗幾年去啊？畢業㗎吧，都係應該有20年啦，一路。哇，老蕉啊，只看。我明年40歲啊。哇！明年40歲，你講做幾年？20幾年啊？20年啊！college 㗎吧，咯20年。18就會咁先實。你安怎咪做full time咩？誒，你做冇做？我都是full time 嘅咋？你平時做咩？你真冇用咯，就是佢做成個full time 嘅，安尼一場特別一個唔是full time 喎。dancer 啊，想。我咪 dancer 別啦，我咪係 dancer。不 freelancer， 哦 freelancer，佢走去跳舞啊！我想可以講 dancer 款喎，我都快啲隻掉一麥。我聽到 dancer。阿龍隻掉一麥喎。阿龍我看你隻，伊未看到嗬，你未看到。啊，我未記。我未我到 clubhouse。哦，免，伊啲隻掉一麥嘛，但係人講一麥，一段啲減掉。哦哇哦！一減掉好多。然後阿龍咧，阿龍你安怎想到要請一間咧？一出位我講話一間人講嘅成日報道房間嘅可能。我一來本假甲做主持人嘅，我假想要做呢樣。哦，你想要不該擺書咯，叫伊教你係咩物件？我本唔是講袂曉，我本是袂曉，咱會曉人嘛是咪有物件學誒？我有時候白當我希望我有機會先會使交流啫，就我本是我就講。我做過，我來過日以後咧，我是16年來過日，我啲過日我冇做過，因為講過日我未好勢嘛，我唔是，都條後尾數咪我連長反應個爛啊，我講都條後尾數時我未曉，你就講過日我話我到咗佢，我未曉咧，回起來咪又我係過關啊，係咯，行業實在你發生真奇怪嘅事咧，你叫我去應對嗰會啊，你點時我俾人講，我未就而家唔是我係買到單嘅，所以我未練到對咗就，我特別咧可，安尼好衰唔衰咧？我嚟舊嘅第2年咧，只講17年啊。往啲多下 LG 啲多下有一個 event 嗰時，所以頭嘅度搞白白橋咗去多下嗰時，所以佢個多下咧，LG 樣是一個 event 嚟，咧樣俾樣 sponsor 唔知係咪物件，所以就是講 sponsor 嘅 corporate 咧度係期待頂有三類 session 可樣嘅嗰時，有做 seminar 一大堆啦，用河類啦嗰啲，所以用河類咧，因為上獎就上獎學大咖借掉咧 journalist 啊，顧部上國家 delegate，因為上獎就，你呢隻橋 LG 隻橋啊，伊唔知做咩事，伊冇出現嗰時 ，LG 是韓國票啊嚇，韓國票嚟啲，係咧我頭嘅同近條話就講誒。
等陣啊，一直上次我就啊，已經學咧啲 award giving 嘅咁先嗬，你去做，我就成日叫個話去做，但到開始講 English 啦，係講 English，because 而家係 international 啊，所以我就去大頂啦，我就話我就你實特別好啲離婚保險嘛，我係離婚接大嗰個啦，我離婚接大嘅了，你試咩係攞入袋包就啲頭整啊？我特別我冇時候就講，我去大頂啦，我係騎下換，因為所以冇見人嘅就冇見人嘅。我記得都冇見到看到大咖啊，俾人，你冇 stage fright 啦，我冇 stage fright 嘅，意思我嗰陣時話咧，我就冇見啦 ，because 我是一個會曉，按照講個 interact 了，我 presentation skill 啊 ，public speaking 啊 ，presentation skill 嘅，所以做咗佢啊，我頭嚟講，都 OK 喎，所以一講啊，對啦，平時一個講批之類數咗，係咯，我講特別 after 安尼幾年啦，你叫我啲大丁講國語，我是做唔到嘅啫。迄直接是因為我哋大啲是講 English，所以我冇問題。你當劍你加講嘅話，你見得幾年啊？未本，因為伊唔是我話，伊唔是我上面嘅。就講你對咗 script，你看你 OK，特別係講你俾 host 啊，俾我係你練場反應係你我未咯，覺得我想練嚟講。我甲你講咯，我前先我來時我本未當劍啊，我甲人若是我甲人上名，我俾用阿莫話咧，我當人話我甲人上名。我學嘅話未講出啦，你because 啊，個人唔是我係 second or third language，意思我唔使被歸你咯咋，意思佢個阿妹是你咋，所以我是會教要會上班冇問題，十倍啦，幾多類本嘅，我未上名，我 until now 我少是未上名嘅，我係做數嘅咋，所以我 apologize 出嚟咋。我解釋物件，我有陣時福建話我講咧成腳踢咧，我若是斜講啊，我福建話講未出咧喂。但係所以我冇教你試你 voicemail on clubhouse，我斜講咧我未，我冇話佢，我斜講。哎呦，你斜講，你冇背咩？我直接幫聲咩啦？叫你練習啦，練習。OK， 我教你啦，三六三。你訂你去買嘅時候，你嗰個幾講未出嘅時候，你家呢個掃佢去刀柄，一三八湯就走出嚟啊！然後你企喺三八湯嗰邊對delete企啊誒。哦，OK，所以特別你講唔掉本好，你使讀到佢哋 segment delete 誒。我拜過冇佢講福建話咧，喂，我就是阿莫話出嚟㗎啦。係咪冇上可以經驗阿龍？有咯，我擺個玫瑰棒嘛，我咪留住你 message， 落佢刀，我落唔知10杯就10刀呢個。我佢看到你二個一直練，呢個齊講。係我試一齊講，我就見呢個，係咯，你睇人你咪見啲咧。我頭自己就 delete 掉咗你 message 咯。阿龍該 professional 嘅，我是唔是話10 有冇就你係搞嘅？你是 the product after 唔使20幾刀落啦。幾刀？特別好。你知唔知時候話阿龍路人是你係得嘅。特別啦，乜是唔知啊？特別林細講，台灣林細講嘅就頭自己事，我咪是留 message 我，大家講哦，這是新嘅 feature，係咪咪嘅啦？然後林細去 test 是 delete 去啊。林細你delete 過你啊？林細你咪驚，我自己 delete，我自己唔知三刀啊。我是 banning 我 delete 食，睇你食乜你咯。So delete 過你 conversation 啊，對，一做上應啊啦，一 delete check 個 delete conversation，然後應 delete 掉。But anyway，若是講你人，我本每看，當今在人嘅嘅邊啊，當然冇出聲啦，個歹勢啦。然後我後面叫咩梅人嘅38號啲，就講做主持後面叫咩梅，我幫我咯 Q&A。哇！嚟，冇人，我是咪真係兩邊？你歌自己寫係嘛時候？你 script 是自己寫嘅咧，頭個妹自己寫嘅咧。我冇寫。哦，我都冇寫。你冇寫，你係講嘅啊？冇寫個寫 script。寫 script 嘅時候查下。你係講嘅。對。你 outline 係咩啊？ normally 是 program 咯。冇咯，好啊，你 program。program 係 run of show 啦，後面嘅就係下面係咩嘅？係，你好啊，你 VIP list。VIP list，OK。我你聽講到滯啊，但係講到俾你頭殼到俾隻靈通嘛，you have to be very flexible。
你 framework 呀，你 framework，but you have to go with the flow。你平常時就 start 開麥時，嚟緊你做一個event 是成個 corporate event 啊，即係教是開掉時係安怎？會做咩事？可能做安可能噔安呢時成個可能excited嚇呢 Depends。哦，這裡好聽，這裡真好聽。แล้วรู้อันจะ講咧嚇，你就開麥就當就你會開咩？就開麥是講咩？嚟各位阿弟姊妹你看，我做只 annual dinner， so mostly 我會做 according to 伊個 team 嘛。上個 for example， 你 imagine 上個你 on the stage for 上海灘啊，嚇啦，上海 night 啊，嚇你明唔明？咁你清場心。你會開場，有可能是 from stage 嘅邊啊，要你會唱衫 ，show 你會卡，喊出來哦 ，OK， 即係你會加咯，你是加咯，咁做物件，你未使拍攝啊啦，你做主持。You have， 我而家未學拍攝去啊，已經冇這個字啊，I think。呢邊配下教佢卡配啊，真教。後邊我同你講一個 interesting 嘅 story。嚟，我教人小拍 story。哎呦，小拍啊！對。做主持是做 MC， 冇 after MC。你在做 MC 嗬，我諗其中一個 struggle 就是你愛請正。actually 大波嘅查波 MC 正冇成。冇飛。大波嗬，查波就俾請。你直接冇飛，黐拉街嘅嘛你。直接黐拉街。大波嗬 ，mostly 你 investment 是 maybe 攞條骨，然後5-6條帶，冇上嘅帶 ，and that's it。學查波嗬，冇上嘅喎，尤其是吧，你係咪物件㗎啦？po social media， 你愛做淡薄 self marketing 嘅嚇啦，所以你生係是要 repeat 嗬，人講咯，冇爽，對。還是人講咯，還是你自己感覺哎呦賣呢？自己感覺要買啦。所以你 standard 是講你未使 repeat 你生啦。對，所謂賭嗬是。我眼已經掉凸出來啦。你眼冇以前啊？到底你冇以前啊？你安怎你看看好你咪是你唔要去要睇水晒哦，免請免買咯。水冇達咯你哦 ，because 水嗬一條300，你是500-600塊，我買一條我300-400塊。你使成個上一行人面特別你都要吹30倍好啲。對，這個本是真大問題，無解了會請我嘅衫。對，你別使成日講啊，朋友上玩呢啊，別。嚇，我本未請別人嘅，我白要啊。阿龍啊，你頭家又講，嚟我到啲向韓國嘛，我你要學功夫加30倍好啲，上面咧頭一條要有 confident 去大頂，請你去做，你領30倍好啲。伊本 give up 啦，伊 actually give up，even 講 speech 本啦，伊 give up 我記得頂講 Korean 咧就，一直叫你，特別你講到未？要叫我邊度打我？我有做嘅，我後來啦，我同佢做8年啊，我用 Korean 做 presentation， 跟住做佢一刀嚟做。做佢一刀呢，佢一刀是我前日聽未有講，特別動機未夠好咧 ，because 我後來我學到一個 skill 嘅就係講 presentation 嚟對，你係使幫 memo 嘅都做，你使幫 presentation 嘅，對 note 係你你開到 computer 時，你嘅 note 你看掉，別人看未掉。我未有嘅就晒點先啊。presenters notes 啦，我哋有咯。所以當然我有佢嘅嗰邊度咧，我對到他嚟咯。特別我本時 until now， 我係 presentation 嗰陣時用 English 做嘅 ，because 佢 feel 到 under 這年咧，佢 develop 出嚟嘅 process， 我係 selling point 冇上去啊啲公司裏邊。所以嗰時講一點 presentation English 嘅話啦，一面見嘅就，以後我3節點上一點嘅話啦，3節裏邊咧，我 translate 嚟做好事㗎啦 ，translate 埋喺你 slide 啊 ，then 我個背好事了去做 presentation， 哇！即係你嘢成時話就 Korean 是冇可能去下達話咧，當然。因為我每次咧30倍好啲，你講背物件阿龍，我未曉背物件喎，你就背，你教背物件。OK 啊，你淨係看咗 ，OK， 你背起來了，你正，我未背物件，我正話。
我未做 words by words 啊，就是啦。我會做咯愛物件。係啦，所以你冇乜嘢，你成日講你讀你咪講下咪物件，然後你自己練你話去講下幾項物件咯。特別你唔話背準我是未哦。我會咯，我係做。冇㗎啦會啦。阿龍搞，阿龍，成日你叫我做戲啊？做啲咪講 presentation， 我做啲嘅。啲都我未。變年白點先，樣嘅 show 啊，然後 Farida 一來啦，一做一個 show 嘅話啦，我講嚟講啦，我自己邊一聽呢就，不如學背起。啊！我要講嘅話，樣直接 miss 掉到一個啦，我會記起。喲，I think 實成，人實成嘅。甚至我哋做2禮拜啊嘛，喺你 show 我做 rehearsal，所以我讀古人冇古人人哋快嘅，我講是 OK，但你叫我讀嘅話咧，我先讀真係快咗，你叫我念埋出來嘅話咧，我未咗。所以有時我看冊嘅話，我比人家辦嘅，because 古人人就 standard，樣就看一目睭就掃佢呢啲嘢，樣就知咩物件咧。我特別掃佢咧，我特別我心裏特別。拍迄個物件出來，我家就係講咩物件嚟咗 ，because 伊唔是我嘅媽的當嘛，所以我係你基本嘅，係咪嘅？忘嘅 script 啦，安尼大本就嚟咗，所以伊嘅 script 裏邊啊，嗰啲是古人字啊，嗰啲是古人字啊，所以樣當今樣講嘅，誒咧我哋樓頂做會嘛，我做會嘅話咧，我嘅 room 特別冚家啱數數嘅咗，所以我話俾你嗰啲字嘅咗，特別伊講嘅係一句話，係你 line 出現啲都留意啊。我當佢 already 會知到落去啊，我係對到手嘅㗎，我係對到啱數數，一開到藍色嘅灰，我本嚟對到手，because 我 already 就講，一講係一句話是啲對面，嗰時啲嘢，我 already 知㗎啦。你實成夠背，我未學背物件，我細漢讀冊啊，我背物件我死，你咧30背後啲咧，你細漢背物件教，呢啲冇背，你講得佢講。你困去，是哦，冇有時講你細漢讀冊時啊，我感覺到他當人冊人啊，無法就要背物件，但是我當人無好就成日看，因為讀嗰咩唐詩300首咩幾百啊，我就讀到我就好差。所以咱人嘅 mathematics 弟子規是後來嘅有嘅，弟子規係啥物嚟？弟子規是另外一隻物件，古早咱人無興弟子規，咱古早是興三字經嘅。但弟子規是啥物件嚟？伊是報乜嚟本啊？就讀弟子規是報嘅物件啊？嚇？沒有 from why？我唔知，我記得佢是念。哦，貴啊！你當基本你覺得解樣子裡面嘢就，誒，呢是無好嘅物件。安怎講無好咧？請問者。哦，來啊，咱嘅寫，嚟啊，你 Mandarin 嘅 teacher 嚟啦。我是30背後啲人嘅另外一個叫做 VV 娃娃嘅特別嘅邊出現嗰啲 Google Meet 嚟啊。Hello，VV 娃娃嚇，嚟你搞主持嘛？咱當時咱就專業嘅主持啦。我搞主持啦，我感覺我想愛問嗬，但是講人無夾你聲咗好咧，白人咯。哦。嚇，即係白人啊！即係似隻好嘅 question，楊玲白。楊玲白啊，伊不有 actually 有玲 ，I think 差唔多30個號，3個號先嚟。你不數嗰個。頂到當今人先做白過，有一個34號4期啦，頂到嗰時大陸嗰隻48號 L 啊，咁講。冇啦，笑咩 ？Double D，sorry，Double D。判啊！I think 即是 by voice 應該是真濟人會 consider 咯。人無數教你 voice 應該無叫你咧。啊。所以特別你做。NH 呢啊，人應該會知你 voice。我 even 馬路到 shopping mall 講話，成日有做 shopping mall 嘅announcement 下面啊，還是 maybe 有 launching ceremony 啊嚇，我到嗰邊講話呢，都有人來找我咧。哦，你做呢個本是係講有天賦嘅啦，天生本啦。即係物件無通練嘅喎，你聲就是安尼，就是安尼了嘅嘛。是啊，有貪婪咧，有貪婪咧。你冇，你講我白人，伊人是 DJ， 伊講話啲 radio 嘅時，伊聲無聲嘅，伊變伊聲，because 伊知講聽眾啊，反正聲伊就變啊，反正聲。你咁講，有貪婪咧 ，actually。哦，我有一個singer 嘅 teacher，伊捌問過我學按怎開聲咪，因為我聲屬於較尖嘅聲，所以 over the mic 真正無好聽啊。哦，所以你會練啦，一些用你聲特別，假如淡薄仔練可以做一些較高啊，上面可能。
对，伊个开蕊，成个人讲开蕊拿拗的声，哈那伊变做甲教的声，我无安尼尖哦。喂，我去學，來開，你哋有開鬧嗎？開吹了啦，鬧袂好開啦。哦，哇！誒，特別嗬，媽，你特別，我係咪講？你講嘅是無像，你講嘅唔是人請你嘅。你講嘅是，比如話伊是做伊成個voice over 啊，還是蝦米物件時候，人係講無數有咧，你知啦 ，social media 有人看啦，哎呀，你聲個歹聽啊，頂到邊度學嘅咪是講我十邊年我插去死，所以講你聲查某型啦，輕都是查某型嘛，你咪聲人咗嘅。That's why 我係唔รู้วิ我見啲格格人命嘅。啊，見知嗰陣有人命แล้ว嘛？嚇，你講我係聲成個爛，你講我係聲成個爛嘅呢？你就係咯，咪你愛咁啊？你滿意啦？你無數咁慢慢聽咯，我也無學你聽，唔知聽嚟啊！你咪去管人到底加入你啊？明嘅。你會100個 fan 裏邊跟他一年肯講話嚟咗，所以你唔想。特別人 complain 你嗬，特別你看無上本嘅，你愛練咧，你做緊你練你是安裝好冇人愛講嘅，本是有通講嘅啦。你是上擺講嘅人線咧嗬，當然冇人講啊。我頭做時，我頭唔知嗰啲5年嘅時有人講啊。你報曉先係笑我想查某呢啦，咩物件？我插小伊，你講，我聲都未變啊。有時我做一陣班人，自己成日都講，誒，頭禮拜講啊，坐喺咪講啊。有啲人是食飽無事做啊，伊人是暑假懶。你講啊，我特別堅持用我自己嘅聲啦，對。對。啊，嗱，你看啥邊好啲，我嚟同你講。愛聽，愛聽，免聽。嚇，對。你攞愛假你聲做別人嘅聲，為咗伊人嗬，你只勤考喺裏邊俾我。就是咯，就是。你唔要一頭做你自己嘅聲，你講用你自己嘅聲，愛聽人聽，唔聽人走。我 try to 你飄嚟，你知哦。你聲你飄，那是你對別人嘅聲，就是你對別人嘅飄，即係是你自己嘅物件，即係你嘅 distinction，你 base。對我嚟講啊，係明話，即係你 distinction 係。特別你頭冇識話啦，你識我唔想識，冇想識啊，冇想等啊。OK， 水啊！誒，了我會問看，你會查某你講做主持嗬，依就冇講病，依條青衫嗰度青衫水，特別你對蝦米正興青蝦米衫，有成個講做 corporate event 啊，แล้วก็做成個講 maybe 把你 event 嘅事活動冇相似，青冇相關嘅衫。對啊，成個做 annual dinner 前，佢哋 event 佢哋冇上 team 嘅嘛，所以 imagine 你那時你做 cowboy team，我就係做 cowboy 嘅衫，等你做上海灘，穿上海灘嘅衫，你就話有幾條衫，但係穿爸爸娘娘嘅衫，等住，總之成個芭比島就掉啊啦。誒，同我爸爸講就芭比島，我愛講一個 story 呢，即係有。這個 story 是幾年前啊 ？I think before MCO 啦。有一個 event，馬路個聊呢啦。然後嗰個 event 嘅點嗬是 Oscar night 啊啦。then 我買青錢嘅。Oscar 是你頒獎嘅，你 Michelle Yeoh 啦，唔是你胡子隻先堂嘅 Oscar 嘅胡啊。Oscar 嘅點。先堂。Oscar 嘅點，成個。Red carpet 那看的呀，對，然後一做 Oscar 咧，一個係做成個70年代嗰種disco Gatsby 嘅喺年代，所以愛我穿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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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嘅衫。所以，因為我試迄個要包，有時無你衫是包請你做主持呢啦，你愛塔嚟講，幾錢都俾幾塔，你個幾都俾幾塔啦。還是讓我包你 costume 好咯。馬路嘅人冇啊，古早有。馬路人古早食久嚇，食久之前有budget，好咯 ，maybe 好咯700塊、900塊嘅條路，好咯去買衫嚇啦。馬路較少啊。
特別馬路 because MC 嘅資格關啦，所以你算咗爆到那邊。爆咗那邊啦 ，OK。了嚇，了爛咗嚇，你講做 Oscar 了。so 我聽真正 sexy 嘅spaghetti stripe 了，真正第一罐咯。so 都就係邊頂有佢哋阿妹是有一個細波橋的喲。嚇，在我 hospital 入面嘅嚇。真人嘅。嚇，食物件真濟人嘅。我嘛 on the way 轉厝我都愛抌啊，所以一個查某弄掉愛車。所以我嘛 highlight 伊，了嘛看伊，了伊個咪停車喎。了我嘛對伊嘅車，對甲伊轉到厝喎。了伊厝是到一路洞迄邊嘅，真遠，總之我是對甲伊厝，我直 highlight 伊，直上架識到伊叫伊停，伊咪停哦。了到甲去甲伊厝啊吼，伊是上架 high class 嘅厝啊，上辦公有格係咪物件？所以我落車，了我看到伊北京伊車了，無我穿掉我嘅衫，我是迄種，你知迄感覺 first impression 吼，你感覺到。咁呢上個八個係咪？去做機咧，冇正經嘅衫啦。so exactly that's the words。所以我就係落車，แล้ว我看到佢查某，แล้ว我就甲伊講，Miss 啊，你弄到我嘅車，你使過來看我嘅車仔哦。我去叫伊咋？你知做咩啊？伊爆我。哎呦！伊爆我，你講我臭機。哎呦！係，要正義邊咯，係平講字。So that is my life story where I kick and slap until 伊跪邊我車。應該嘅。So actually 伊爆我成嘅，伊講我是 gay， แล้ว我無暑假聽啊喊嘅話嘛，然後我嘛爭伊頭毛踢伊。把伊 elbow 伊做啊掉架伊落頭殼 ，then 掉架掉波巴來哦。Because actually 你袂使到 Malaysia 你袂使到 public area 小拍啫。你到 public area 小拍吼 ，doesn't matter 你是拍人性還是你可能拍，兩人本是愛掉大樓嘅，都冇搞嘅啫。所以這個我唔知嘛，所以我嘛甲迄個嘛打，我嘛甲嘛打亂咯。我講，伊講我是 gay 喎，你我咪擺啊。所以講成擺咯，你擺咯，你講我是 gay 嘅嚇，伊爆我聲，你講我是 gay，你我 defend 我家己嘛，所以我 defend 家己，我本真正唔對啦，我個機會頭毛個 elbow 個頭啲，可以到啊，試試。係，所以伊條個白嚟姐本來對面我車本。你肯做阿妹？佢個白嚟是只明顯我牌啊，唔是跑啊。then 佢哋嘛打梅講，係咪屬路牌？拍架你行，然後我咪計講個數。then 佢哋就冇 insist 講我是 gay 喎。嗰隻係你媽打講我是 gay 哦，嗰隻去到嗰隻睇哦，到底媽打了呀？嚇對啊，到媽打了有數牌。我忘記咗就實在背後啲啊。所以我甲你講，我已經未曉下面拍攝，未曉下面驚嘢啫。所以安尼啱佢哋查某嘅小弟來哦，成個對調伊來啊。所以查某嘅小弟就弟弟甲我講 sorry， 弟弟甲我講 sorry， 你我講。係咪數你愛甲我講 sorry，when 伊應該甲我講 sorry， 因為伊叫我記，又唔是你叫我記，所以伊硬硬叫伊姊講 sorry， 特別伊姊咪講 sorry 喎。所以in the end我知道嘅 story 是嚇，伊姊嘅紅外口有人咯。哦，伊想講你是伊紅哦。Exactly。So 嗬 ，from then onwards 嗬，我甲我家己講啊，伊媽咧喺3萬個錢啊。條本好條，對嘛？伊兩條女車啦，對啊。伊本講你是基本，嚇基唔是基本，伊度唔對啊嘛。我是基，但係你兩條我係車咯，就當基。係咯。對啊。對。伊 hit and run 啊嘛。我做嘅一項真正無多嘅物件，就是我叫我嘅 MC 嘅 name card 嗬，掂互伊哦。似係
白頭槍啊！我甲伊講，我甲伊講，你知唔知我是 professional on stage 對，我唔是破堂嘅機啦，我唔是破堂機咋 ，professional on stage 嘅。professional on stage 嘅機啊！你我個做緊一個真過分嘅，迄個媽打講愛做阿段，我講你寄你 laptop 來，我寫互你教用。我而家是個記寫啦，波蘭嘅啦，嚇。所以我唔是迄種普通嘅機，如果我是機啊，我是會曉讀冊嘅機哦。哇！對哇，這有影你講誒，即個都無想到吼，還是講會帶出來誒，即種誒代誌本是哇！我唔理這物件，依家喺你媽大講攞是機，但係依樣咩字啊？我想要知伊咪你去個度。不拉咗是人知啦，人教嘅人嘛。伊講咩？伊不是講不拉咗本啊？伊會曉啦。哎呀，冇啦。Because 我 already 講 explain 出來啊嘛，嚇我 already 用阿嬤用係嘛講嘅一聲，是 call me prostitute 咯。哦，伊甲你講，伊是甲你講用福建話，是甲你用阿嬤話是蝦米話甲你講？伊用福建話咩話？你媽你都假啊！你喊下咧就叫我頭毛，係喊咯。一般是無教養啦，教養嘅查某袂按款叫另外一個查某，特別明白呀，同伊講，伊甲伊昂嘅 motivations from 伊昂嘅 baggage 來。要去拔昂啦，就拔人。就是咯，查某就是係你嘛，查某就是係伊昂啲個口有一個生意啦，伊是見查某，就伊無見家己昂嘅。我是講我係昂頭先。No such thing. Because 你昂去吹人嘛，同時 like 一手拍袂緊。伊昂教因就唔是你查某教因對。對，你昂 break the vow，唔是迄個查某 break the vow。你昂互你 promise 講我甲你教因，迄個查某過互你咧 promise，所以你愛攞你別攞你昂 break the promise， 你昂 betray you。YouTube 會 David 家是講，Oh I love the gay sharing 。我講時，我聽你唔知笑咗就係咁啲啦，唔知是唔是我諗嚟 listener 嚟咗，等陣有一隻人起來講下，好熱啊！我聽到人講嘅一句啊，你只要做 gay 啊，你拍人嘅講，我嘛是可以拍一個查某咯，特別唔敢講嘅啦，同事，你唔敢出嚟講嘅。後貴，若是迄個，如果學人咩，你解嚟講，你昂咗借你本請袂着啊。好啦，你本請袂着，你解講。你特別嘢喎。我有讀斜記咧。你解幾嚟除話，未必請得着啊。我係你。Not only 你讀斜記，如果是有名聲嘅記。哦，有名記啊。對本。有名聲嘅記個。聽不聽到？解講。特別好，你講你點嘅呢？嗬，打波嘅衫本是穿嘅，穿橋本穿嘅，你出幾條條呢？你冇對點嘅咩？應該有嘅嘛？成講你嚇，我派做。你嘅嗬，伊能 invest 嚟中國裝哦。哦，啊，你為阿龍話事哦，最嘅你 invest 嚟中國裝嘅。係你先正情嘅一種啊。唔是唱歌，中山光，有就興情嘅呢，算日先你個小。算日先上咗嚟時候，我特別先正情嘅嗬。冇啦，等你啦。算日先是 uniform 嚟，一 forever 是情嘅時候一起蘇珊嘅。我 search 過算日先是。一陣間係你金正恩時候，對吧？啲 North Korea 迄個鬼子情嘅衫。一成上是套衫嚟，哦，呢隻係冰嘅衫咧，嗬，唔知，呢是長手腕，係啦，腰料，係啦，龜頭扎，一個麻雕，哦，係中婆嘅衫，唔是中婆，做薄條嘅衫，薄條嗰條，依隻興情嗰啲衫，依隻就係嗰衫 OK 嘛？冇啦，就是講，我想講一個，嗱，這裡咪是3日先至看。想看的時候，但係肯定 investment 呢，冇借。韓國都跨樣想做一個 traditional 嘅啦，就講即係成個動算咯，即係我中秋嗰時先正是樣嘅節目啊嚇，打波是 forever 成骨白帶嘅。哦，你打波就俾錢嘅，韓國
打都會是漢服嘅呢就。哦，真奇怪。我想你講一個生日衫嘅衫，就是我真正係穿嘅啦呢。有時咩？你是冠嘅咩？你是你？冇係衫，我講係衫，唔是冠是我穿滿嘅咯。你是叫唐裝啦。Mandarin 是唐裝，日本嘅 actually 當然就興嘅當劍。中山裝啊，唐裝冇上嘅，唐裝是 silk 嘅，中山裝是薄，冇上嘅冇上嘅。OK， 你是薄，你是 silk，OK。silk 你是較貴嘅，中山裝是較便宜嘅。哦，所以你uniform是較。等到 Malaysia 嚟講是個價值嚟 investment 就是價值條800咯，所以你怪你 MC 我試貴試嚟試去，伊個800個是常食嘅啊。會食嘅，會斜斜。Because 嗰陣是用魚膠嘛，你馬來人是用魚膠嚟做食啊，你食。知道我對嘢時候哋買一條條對呢。當槍嘢白的，請你講咧，請你講特別有人看路嘅，我哋講。Oh my god！我同你講，你買你白的嚇，當然有隻 modern 嘅白的，一卡地筆嘅就換你確確碰碰剁剁掉嘅就。對。特別當然我個輕碰碰咧，當然一隻 oversize 了。我俾講你啊，我俾講你出場時 make up 係咪自己做，還是請人？我呢邊嘅啦。頭毛叫人做自己畫邊咯。哦。如果所以頭毛只等我自己別實到。哦 ，OK。Usually 是貴名 event 嘅話，人嘅 hairdresser 應該有安排做好咯，本嘅嘛就。冇，佢隻 MC 啊，冇踩路嘅啦。哦，你自己。我嗱曬就派做本啊，即朵冇應做啊，講你搞嗬，你咪執生嘅咯，你唔自己搞嘅咯。我是感覺到唔知啦，我是感覺到冇咩人 appreciate 呢種嘅嘢。我負責特別嗰時，我冇做過觀察到啊。因為實在你可能之後做一個 A 都叫佢哋 PEC C 被刷車啫。啊！咧，仲有就咪落車咯嚇，北京 Mister 就你 PCB C 去 C 被車主啊！特別這是應，阿咪你做這報告咩嘅是應該，是講往時我是感覺到樣好，樣是成個無蝦米 appreciate， 實講 appreciate 就是講樣無咁出類咯就，成個講哎呀真慘你應講啊，自己馬路去啊啲大丁嘅結夾嗰啦，你幾個結夾嘅嚇？只一隻人咁話對講 MC 更加 A 嚇，佢出講話呢。冇，你愛做古登，你特別 really truly love the profession，你若是冇 truly love the passion，你做別古登。我咁派做即度，因為啊，你特人啊，有人想，哎呀唔知啦，我感覺你特別。這是成成你有隻打甲有隻個在調好，你該做掉即度物件。but then 啊，你做好你朋友本身話，你袂使買少女，你特別有一個意思嘅，你袂使買少女，加一個紅包200塊嗰隻，袂使買少女嘅，特別買少女嘅。哦，但係你 friend， 我咪呢個紅包嘅啦。啊，不過你 friend 啊，有陣時你就係只隻啊，係你開係咪做微博店。啊，佢係咪店本好啦？你朋友嚟到嘅，你 expect 都請佢隻，然後做成啲嘢咯。哦，是佢我邊咧，佢常常都掉你 artist 啊，因為除 artist 啊，除啲 BLN 樣嘅字名裏邊做過啊，係啊 exposure。係啦，就是我就講你講啊咯。二兩蚊鐳啊，有人是安尼看咧，但係做這，是啊，但係你講咧上邊好啲，你講成個樣拍派 market 嚟啊，有嚟啊，樣是。試下出來啊，唔試下出來，了價錢拍價，了是變做 market 做歹去咯，了變做人無 appreciate 咯，我無係是做 cheap 嘢咯，就是特別都未貴人冇喎，人要吹物件，要吹背脊喎，了我是感覺到迄個正有鐳請來嘅人，佢要吹第半嘢，迄個個是做唔到嘅。冇啦，即係世界就是安尼，你看你 intern 嗰啲做工嘛是冇鐳嘅。It's for the experience. 你愛學功夫嘛？你特別，就是隔兩人是本人看上，特別你學功夫是另外一本掉。特別你有呢是講talent，是講唱歌、表演、做主持，安尼看你物件、跳舞啊物件，一樣是看無嘅咋，一樣看你無嘅，安尼看你講。即特人咪講話，特人咪跳舞，特人咪唱歌，所以咪唱咯。了，關你濟人啊，有啊，什麼？哎呀，我有機會啊，辦嘢免累，我們去做，你看咯。冇，audience 啊是種。audience 就是冇 taste，audience 所以伊咪請好嘅嘛。
對啊。伊若是好嘅 audience，一定就特別請好嘅，啊無伊 audience 未來。แล้ว人做呢，可能人個就無法啦，往時要食飯。但係實在本是好啊，講3倍好啲。伊家己個拍，伊家己個做，剛剛好即係 extra 嘅物件，所以你買咯。對。你講好勁。I don't，我無需要你試我就對啊。但所以嗬，我同你講，我哪聽，定到我時講，哎呀死啦！我那時講特別對起馬來西亞，我要做工，我要出咩工，我當今做啲工，對馬來西亞咧是就咧囡仔樣做卡搞佢話個，所以當今我那時要對起馬來西亞，我要做咩咁樣？我係 battery，未必用錘吞你做主持。哇！當然聽到你講我買都咁寫。雕花。我去雕花咪就雕花考分啦。去個別店咪唱歌雕花嗬。我看迄個古早唱歌嘛是，有個人是愛記咧 studio 唱歌，有個人咧搭病迄個紅光戲嘅，有一個機會去唱歌，一個歡喜啊！一度會慢慢拍低嘛，有個人。特別我問你3倍好啲，你有成日講有我看過咧，成日唱歌參做主持參起來。有啊。就讓個表演個做主持。拍行整嘅人，我係人就人啦。我是你本地啊，梅啊，梅本地。我嚟包山包海。包人啲你梅咩？我係梅伊地暑假做嘅 event 是客裝嘅 event。OK，and they enjoy。they enjoy 做呀。I think 我較適合做 annual dinner。我係真正少。老咗嚇，你去咧 annual dinner 人，佢會暑假按只種嘅老咗。嚇對，伊人會嗨啊，伊人會，嗰時人放輕鬆啊嘛，伊人嚟 annual dinner 是嚟 celebrate 嘅嘛，伊人幾年無閒㗎，喘㗎，然後呢 annual dinner 是嚟夾獎啊，嚟 celebrate 嘅嘛，所以伊人嘅心情會較無相嘅對。對，即係老咗啊，可能，比如我講，你係咪嚇？那是只講我會計暑假迄種會互人看咧，目睭會凸出來迄種嘅 event 啊。For example， 我做過一個完全番仔換 event。So when 你期待是人看你無嘅。So when 你講話是人跌眼鏡迄種啊。So you prove yourself 嚇。迄種 event 嘅達咯。但我未聽你就講用番仔話，用馬來文講啫。成個就係咩？3歲打出嚟，當半嚟講。嚇！阿講咩？嚟。Salam sejahtera tuan-tuan puan-puan. Apa khabar semua? Selamat datang ke Penang Hokkien. Kali ini kita akan bersama-sama dengan anda malam ini untuk bercerita sikit mengenai cerita hantu. 介順。我哋記報到伊 Facebook 啊，你講嘅你一個是 Diamond Stars 啊，係你 Oscar 嘅。你看伊啥啊？你最近嘅啦。最近嘅啦，唔係你最近啊，冇啦，就應該 before MCO 嘅事嘅。before MCO，OK。我名情嘛，所以度可能叫記啊，你講啊。情嘛，所能叫記咯。本時本同佢哋30倍好啲，數本能講到記。緊啊！對咯。就係個水就。佢流出來啊！你知哦，伊成個流出來啊，係你個白白啊。你人看啊，哎呦，下邊 ，so from that onwards 我自己講啊，未使請人嚟食屎啊嘅。你冇錯本啫嘛，你自己自請咩啥？人嘅處。冇啦，成個 event 啊，成個尤其是去 event 嘅時間，叫來看到你嘅衫咧，成個你是平常時係講你無浪，伊就我無浪路嚟講，你都無代志啊嘛，對，伊是就我浪路咧，好，你浪。起碼大了是佢亂咧是夠大字啊嘛，你就是講一趟火車對厝嘛無事啊咯。所以就咪都麻煩咯，成個 after event 個換衫嚇，我早時冇換衫就對厝啊，免洗衫就。而且見咩兩個就聽到啲聲，而且一是個because of 物業，一個波咁啲上邊嘅嗰種。一邊嘅波咁啲上邊。依家包括咗隻尖椒上面嘅啫嘛。哦，係咩？嗰隻會唔會呢隻胯是姊妹咧？胯咁啲嘅孜然呢？分別嚟嘅呢？
對，有影。當你上邊。我安怎你在倒你幾回？同埋講吧，伊明你試執。哦，OK，我嘛想，我未試入過呢咩？FD，嗰兩係 FD 啊。FD 上面 fixed deposit。fixed deposit。哦，收掉了。40歲哦，40歲 start FD 哦。我冇 FD 嘅，我是頭先。哇，我 FD 渣到笑喎，咩事就會咁笑。我冇 FD 嘅，我是頭先。我是一頭咧，我係 cash 嘅啦，我幾歲就是殺出來咧，49嚇，冇媽仔個明年50歲咯，我梗係歡喜我梗係未等嘅明年50歲。我冇 FD，because 我係 senior discount。我不愛。哎呦 ，OK，嚟後尾一個你感覺到做這道啦，人哋伊無明白你嘅這道工嘅是蝦米物件？好，你解釋下我大家聽。5歲你做這項工嘅物件是蝦米？啥？大媽都講嘅咯，就係人感覺到講做 MC 是真贏啊，其實是無嘅，你頭腦而贏啊，賺真咩？那是頭腦轉無夠咩？你未反應過來啊！你 catch 唔到你 audience 嘅 response。Number one， 你轉唔到 next program 啊，then 你變做成個你條傾，然後你話條傾啊，變做真正未爽嘅，不當 steam 嘅哦。所以這個是真濟人誤會講，哎呀真贏嘅講。另個一項真濟人 ，I think over the world 人本有 certain expectation to。查某嘅 MC，所以人感覺就講查某 MC 都愛身材水水啊，人滾滾啊，把住多多女啊，頭毛水水啊，性格水水啊，嚇呐。But actually 我感覺就，is the brain 啦 ，is not 身材咯。對，感謝你甲我講，因為啊，你睇咩事啊？真係人感覺就講真應做，因為你做好嘅主持人嚇，看起來真正應嘅。所以你若是講，你若是叫你無好嘅主持去做時，你就係講，哎呦，安怎伊成啊，只鬼名成啊，哎呦，傾呢，無順啊，你做好嘅時接落去，哇，一個 event program 接落去骨呢，爽。所以變做人無邊條是人唔知嘅，伊看你做爽咧，你個講話個應開喙就講順呢啊，แล้ว人咪成講只應咯。而且無講就係嘅做 MC 就一隻物件 prepare， 成個我感覺到講做 MC， 其中一個 tricks 啦，會使甲人 share， 就是你會氣愛食好咯，你會氣啊，你會氣 ，because 有真濟點聲，你都愛 control 你 voice，then if let's say 講你袂記呼吸。真正坐到 on the stage 嘅時，你唔會 catch 到你嘅呼吸聲嘅，係呼吸聲。So 你都愛 control，but at the same time 你嘅話有可能你 sentence 會真長，所以你氣若是無夠好嚟講，你袂 finish 你 sentence 咯。So 我愛做真濟 exercise，like for example， 我爬山，我有游水。所以這個是其中兩項真正好 exercise 去練氣啊。所以when 成個in 檳城嚟講，應該是無人會比我呢長氣啊啦。成個我愛做 wedding 嚟講，我會呀。飲成只長嘅嗬。嚇，對。所以這是其中一個way to 練氣啊。if 無嚟講。你袂講㗎了，你 sentence 了，你 voice 袂 stable 啊，成個 at the end of 你 sentence 時變做你 voice 成個真正準了，變做係嚇，so 但你會加多聲講話本，有時你話做主持人啊，成個有陣時人叫我咧就就 volunteer 去做主持，講我先 ，OK，thank you。是啊啦，然後可以 audience take over， 而本你都俾只加嘅嗬。對。幫大拎起啊，滾安尼嚇出來安尼。做小啦，I think one thing is你愛看你家己 as entertainer， 你袂使看你家己 as controller， 啥只。真濟 MC 感覺就講伊是 control， 成個 control 規條嘅人。特別其實你唔是，你是一個 entertainer 啊。特別你唔是 control 啦，特別你用 entertaining 嚟
你搞咯，你用這個辦法是唔是？講我嚟 control 嚟，你做咩隔人，伊是做喺 indirectly control 咯，我唔知呢，你看。所以你袂使感覺就講你 in charge 㗎了啊，成個你都愛聽我話，特別順風，嚇，嚇對，特別對，特別有 adapt 咯，上到講呢。其實係咪正經要做係咪物件？要講係咪話？其實要轉者嚇，即係話這呢塊，哇！特別真串滿嘅話，上到翻做嗬。嚇，其中一個 event 我捌到過真少嘅，就是伊無對 program 啊，伊啥應該是伊個 dancer 未來啊。嚇。So 啥？其中一個 dancer 走去幫曬未來啊，係咪物件？So 伊個規個 group 嘛袂跳哦。So你嘅 time 已經夠，你期待跳舞嘅喎，特別你無調喎，所以你在迄個 organizer 甲你講咩？keep on talking，keep on talking，keep on talking。你迄個點寫真正成個零八喲，講嗰啲物件，你嗰時你無講嘢，你叫我講。你陣時就講咧，伊係實錄音車咧，我實你行勢講 continue 講。講阿 John， 你都講。哎呀，不要緊啊！那時我做主持嚟講，我就有係賣這個財經嘅。唔係，佢continue講啊。係那個補啫。嚇，毛菇嚟。MC 嘅 motivation talk host 有 any difference 哦 ？Of course 啦。Of course, motivation talk. Come on, you can do it. You know you can do it. Come on, I'm pretty sure you can do it. 啊，你人，有嘅淡薄 entertainment 啲入邊啦。會使本啦，會使有嘅 entertainment 本 ，motivational speaker 你都被 engage 人本，特別無想咯。我感覺就，如果是 motivational speaker，你去後邊是人已經明白講，你會安怎成個拖掉樣子去啊嘛。然後係你去 MC 啊，迄個人有個人買聽你講過，你知哦。然後如果就拖參樣成個鼓呢，拖一人去你知哦。如果袂使硬別樣，個買聽你喎，所以就被 entertain 樣啊，慢慢貼樣嘅心，來行，用你拎嚟喐，成個 annual dinner 喺成日都講嘅個 motivation talk。Because 人去迄個 event 嘅人 already 就係講，我 objective 去迄邊是愛調 motivate 嘅，是愛調把愛調 motivate 嘅。特別去 annual dinner 嘅人無 expect 講，伊就愛去迄邊做下面嘅嘛。So for example maybe annual dinner 是 for 啥人有迄個 fashion show 啊，嚇講best dress award 啊面嚇嘅物件，所以你愛叫迄個人出來嘅時，但是伊穿甲真水，特別伊咪起來哦。所以亂咗做啊，所以都愛去看伊啊，是愛去請伊啊。所以我 normally 我會做嘅，就是嗰啲一個 tricks 啊，會使教人 share，就是before event 呢，我會先到外口甲迄個來嘅人，先介人面個先，然後我會 select 嚇，我會 select 幾若肯甲住小嘅。So for example normally 有幾若咧。打波啊，一樣加住小嘅對，然後你阿格一樣坐到咯。So when 你講話 on the stage 嘅時候 ，they are your core audience， 所以你會看到一樣咧 ，you will know that you 一樣得到 respond 你就對啊。啊，你解淡薄識淡薄啊，是 at least 要成啊，等你到啲 audience 已經有成 embed 幾嗱咧 audience 講嘢時啊，有假如有 respond 咧，是樣對 maybe 成個 motivate 一邊啊人家了啦。make friends 咯，係邊是其中一個way咯。對 motivation speak 即邊嘅 session 本都愛做啊，呢物件對。哦。OK 啦，嗱小蛋啦，即刻下掉阿尾節到時俾梅魯做，安尼可能講時就俾圖咩 ？Yes。所以俾圖咩人俾做咧，特別你話是做 event 你是 Apple 本嘛，是講。你做啥 annual dinner 係咪物件較就是啱嘅嗬？對，特別馬路這幫 annual dinner 無超過11點半咧 ，because hotel charge 嘛。哦 ，OK。So 你 program 按咗4分就11點半之前了。你dinner 嗰陣時係呢？嚇，你聽日發幾來啊？唔係隨便條媽咪啊，隨便條媽咪。媽咪做工。
媽咪去做機咩？好，去做機。I think 我做一個自己掉嘅物件，就是我 train 我 family 哦。安怎 training？我 train 我翁甲 acceptable when 你播出去，甲打波出去，還是去啉酒啊？什麼？你再講 I know how to take care of myself。這是你講哈。part of 我嘅講啊哈。Then I train 我囝甲 confident。所以伊人家己曉大厝，伊人家己曉做物件。伊本伊人出去搣人，若是有人來搣伊人，阮好伊人無驚死阮嘅咯。所以是細漢 I train 嘅咯。OK， 但我講這是後尾一個，特別我講一個正後尾一個，就是你食物件咧，你袂使做主持，是你個袂使食晒啦。我哋呢下來講下怎？我做過一個正錯嘅物件，就是食。McDonald 嘅 ayam goreng pedas 啊！哎呦，你有做咩幫晒啊？對 ，on the stage 是老簽官。哎呦，可是成個報告唔對 ，Chief Minister 呢？對，特別迄個是靈魂無啲啊！即個是而家成個愛流使嘅嚇啦嚇，所以你規身軀流汗啦嚇，你物件。你買啊，無法度啊！Normally 我會 advise 成個 if let's say 你愛只愛個 on the stage， 就係講迄個是 big show， 還是你今日就講你家己會 nervous 嘅 show 嚟講咧，是第好咪食上濟水，免幫酒，咪係免幫酒，等咪食上濟會做你幫晒嘅物件啦 ，for example dragon fruit 啊，還是甲 fiber 嘅物件啦，所以我會 normally 食落地，所以。even 就我做 MC， 當時空白幾晚啊，阿妹過來食 supper 啊，所以真無準時咁嘅啦，當時。本是解喎，個人講嚇，無成個無影嘅人講，你更影嘅佢出嚟做，都空考話等聽都唔敢咯。今時啊，我人嘅38號啲呢，是講人要請你做主持咧，安怎請你啊？你有網頁啊、website 啊，還是安怎會吹掉你請你，貴關嘅請你？免關嘅隨我啦，人隨掉我啊！我是做 N 咯，做 N 係咩？做 N 係咩？蛋哦，別怪教講話，只教蛋嘅數，是做做 N 蛋麵蛋，跟阿蛋嚟啊！感謝人嘅主持，今日跟人講話感謝阿龍介紹，可能一個主持朋友也是搞咁，真正老咗。兩個係白掉嗬，跟白掉嗰陣就做主持嘅考成咗都就，能看特別錄嚟這裡。冇考啦，就學醫 actually， 就學醫冇考嘅。老咗啦，你講咩阿龍 ？enjoy 做嘅物件咯。阿龍，講咩？有影嘅未？我一直 enjoy 做物件。你錄影你就嚟 clubhouse 搞王三幫啦，係使啊，安娜。OK 啊，使，往前的看呢，往今日是一百去講話，是講我冇攤類呢，你有類攤冇類攤。開房我哋家己主持咗啦，不得家己開房啊，家己主持。係使哦，係字名。會曉醫啊，我未曉醫 clubhouse 啊，把你會曉醫啊。係。我開房咧就往上開房咧，即係你講及時就使咧嘛。少。喂，介派聽啊開房。你都快好嘅就，我 networking 快好本嘅就，但你估就係住講都做嘅啊。下路嘅陣時下都夠人講。隻股冇開房啊嘛。喂，麻是講介派聽啊。你就你硬講咪夠人講。感謝啦。 Thank you， 感謝。了各位聽眾。禮拜咧再見佢講我上嘅新嘅話題，禮拜再見，拜。